第20日，憑信心也憑眼見。當門徒被呼召開始一路跟住耶穌，佢哋見證咗好多耶穌教導醫病趕鬼嘅神蹟，包括叫睚魯個女嗰個小女孩從死裏復活。佢哋又喺曠野裏邊供應食物，但係門徒對咁多嘅所見所聞，始終冇辦法明白，更加唔能夠參透佢哋跟隨緊嘅人係邊個。嚟到第8章，門徒到底又衰乜嘢，令到耶穌講出你哋仲唔明咩咁樣嘅說話呢？讓我哋一齊嚟聆聽馬可福音8章14到21節。門徒忘了帶餅，船上除了一個餅，身邊沒有別的了。耶穌囑咐他們說：你哋要小心，提防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。門徒彼此議論說：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吧？耶穌知道了，就說：為什麼議論沒有餅這件事呢？你們還不知道，還不明白嗎？你們的心還是這麼遲鈍嗎？你們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聽嗎？你們不記得嗎？我擘開那5個餅給5000人吃，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幾個籃子呢？他們說：12個。那7個餅分給4000人吃，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幾個大籃子呢？他們說：7個。耶穌說：你們還不明白嗎？馬可嘅敘事提到門徒同埋耶穌一同坐船出發，船上邊只係剩返一個餅。耶穌話：你哋要小心，提防法利賽人嘅酵同埋希律嘅酵。門徒以為耶穌係講緊佢哋有冇預備足夠嘅食物，點食晚餐啊？耶穌望見門徒只係見到眼前嘅飲食問題，於是佢用以賽亞書嘅經文嚟到形容一班門徒：你哋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聽嗎？耶穌繼而向門徒重述之前2次餵飽群眾嘅神蹟，再問佢哋：你們還不明白嗎？經文冇記低門徒嘅回應，喺另一卷書馬太福音補充咗一句說話，表示門徒明白過來。馬可呢就冇記低門徒嘅反應。馬可嘅乾脆讓我哋明白到，知道唔等於明白。門徒知道神蹟，門徒經歷神蹟，但係並唔證明佢哋一定明白耶穌嘅身份同埋權柄。佢哋或者增加咗一啲對耶穌嘅了解，但係佢哋嘅知道並冇轉化成頓悟，更加冇建立對耶穌全然嘅信靠。
喺呢一段經文裏邊，我哋見到一個關於信心嘅教導，就好似你幾個月前遇到一啲嘅困難，神為你行咗一個神蹟，解決咗你嘅困難。而上個禮拜你又遇到同樣嘅困難，神都幫你解決咗。到咗今日，當你再遇到同樣嘅困難裏邊，你卻仍然喺度懷疑神能唔能夠幫助你去解決。或者我哋都會感嘆，門徒點解只係相信眼見嘅事情，而缺乏對神嘅信心？但係諗一諗，我哋喺生活裏邊又何嘗唔係咁樣呢？我哋常常忘記神過去喺我哋身上嘅帶領，而卻只係集中於眼前所面對嘅困難。我哋嘅眼目會注重未來仍然未發生嘅事、未成就嘅事，但係忘記咗神喺過去曾經成就過嘅事。到底曾經嘅眼見有冇轉化成今日嘅信心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憑信心也憑眼見。願我哋過去嘅經歷一點一滴咁樣累積，成為我哋信心不可或缺嘅基礎。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我可能過往對你未能有透徹嘅了解，而誤解咗你嘅教導，又或者冇對你建立全然嘅信心。求主挪去我哋嘅無知同埋小信，讓我哋明白信心唔係憑眼見，而係真正嘅信靠。求主藉着聖靈提醒我，主神是昔在永在，喺你裏邊冇難成嘅事，你嘅恩典同埋應許一樣都唔會落空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祝福你，聽日讓我哋繼續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